Hello，大家好，讓我哋今日咧繼續 Joyce Meyer 嘅呢個14日嘅靈修嘅計劃 Battlefield of the Mind Devotional 心思的戰場。一齊睇下 Joyce 今日咧有啲咩嘅信息係同我哋分享，一齊去思考一下。今日嘅主題咧佢就叫做認識真理啊。Joyce 咧就講到咧喺 Joyce 佢自己嗰本書嘅心思嘅戰場入邊咧，就寫到一個低調嘅男人咧，呢一個低調嘅男人叫做 John。童年嘅 John 咧就經常性俾佢嘅媽媽啦就辱罵啦，亦都受到佢一啲即係朋友啦啲玩伴嘅一啲欺凌。咁咧造成咗現今嘅 John 咧就唔中意同人哋去對立嘅。喺佢嗰個好有主見嘅太太啊 Mary 面前咧，佢John 自己咧就唔會有一個堅定嘅立場，因為 John 咧深信咧佢同人正面對質咧係唔會有好下場，因為反正咧佢始終咧都會係輸嗰一方。所以佢認為同人和睦相處嘅唯一方法咧，就係沉默是金同埋逆來就順受。阿 John 咧仲相信另一個大話，就係話上帝咧其實咧都唔係真係好愛佢嘅。正因為佢有呢一種嘅感覺咧，佢就相信咗魔鬼嗰個謊言就話咧我覺得上帝咧喺度同全世界講話，相信耶穌你必得救嘅時候咧。其實我就係搭順風車，即係呢樣嘢唔係 aim 喺我度，我就係即係搭單嘅啫。我從來都唔覺得自己係一個係咁值得去俾人去愛嘅人咯。呢度咧就話啦，如果撒旦能夠令你相信自己係無能、窩囊啊，或者係毫無價值咧，其實撒旦已經成功喺你嘅腦海入邊築起咗一座嘅堡壘，然後喺入邊咧將你嘅心思意念玩弄喺股掌之間。即使咧 John 係一個基督徒啊，佢心思意念咧其實已經成為咗仇敵嘅俘虜，就喺呢個堡壘入邊被困住。John 咧佢真係需要知道佢係蒙上帝所愛噶，佢亦都要明白咧喺上帝嘅國度入邊，佢同保羅啦、摩西啦或者任何人都係一樣，都係同等寶貴。如果 John 咧要贏得呢一場屬靈爭戰啊，並且要摧毀惡魔築起嗰個嘅精神堡壘，佢需要先明白真理。喺約翰福音第8章第31至第32節入邊講到耶穌話：你們若持守我的道，就真是我的門徒了。你們必定認識真理，真理必定使你們自由。通過閱讀聖經啦、禱告啦，同埋默想經文嘅含義咧。John 佢開始真係去學習呢個真理啦，佢亦都咧學習將上帝嘅話語咧應用喺日常嘅生活上邊，更加親身體驗到耶穌喺約翰福音入邊所講嘅嗰種自由。Joyce Meyer 就講到啦，我從聖經與人生經驗中領悟到上帝嘅話語係充滿大能，必定能夠徹底摧毀撒旦喺我哋腦海入邊築起嗰個嘅基地堡壘。你需要先明白上帝已經提供俾你足夠嘅禦敵武器，而且你有能力學習去使用呢啲嘅武器，否則嘅話咧，你將會好難得到釋放同埋自由啊！你記住，明白上帝其實一早已經俾咗足夠嘅禦敵武器啊，而且你已經係有能力去學習點樣用呢啲嘅武器。所以讓我哋咧都向天父上帝咧發出我哋嘅禱告，我哋同天父上帝講：天父上帝，求你不斷嘅嚟到提醒我，我對你係重要，我對你係重要。即使我感覺唔到你嘅愛，你依然係愛我。即使有時候真係感覺唔到嘅時候，但我要知道你依然係愛我。幫助我學習並且明白喺你嘅眼入邊，我同其他基督徒都係一樣重要，都係一樣重要，因為你係深愛住我，如同你深愛佢哋一樣，如同你深愛佢哋一樣。奉主耶穌基督嘅名禱告，阿門。再一次睇一睇呢個嘅經文喺約翰福音入邊講到第8章第31至第32節，耶穌對信他的猶太人說：你們若常常遵守我的道，就真是我的門徒。你們必曉得真理，真理必叫你們得以自由。呢啲真理咧，其實我覺得真係好重要，特別係喺現今嘅世代入邊，有太多嘅雜音啊！我哋身邊有好多唔同嘅所謂嘅價值觀啦，或者係一啲做事嘅方法啦，有好多唔同嘅人都會同你講好多套唔同嘅方式去過你嘅人生。但係喺上帝入邊咧，其實只有一套真理，
只有一條真理，嗰把尺其實都只有一把。但係我哋最需要知道嘅，其實係阿 John 佢都需要知道嘅嗰樣嘢，就係上帝其實真係深愛住我哋每一個。縱使我哋覺得自己係幾咁卑微，覺得自己係幾咁平凡，覺得自己係幾咁嘅唔值得被愛都好啦。其實上帝都講佢係去愛我哋每一個人，愛我哋每一個人。當我哋明白真理嘅時候咧，先能夠從一啲魔鬼撒旦嗰啲嘅謊言呢個嘅框框去跳出嚟，得到真正嘅釋放，得到真正嘅自由。魔鬼撒旦咧好喜歡咧用一啲好似是而非嘅方式咧嚟到將我哋捆綁，讓我哋去成為咗佢嗰個奴隸。咁當我哋成為咗佢奴隸嘅時候，我哋就唔能夠為上帝打呢一場嘅戰爭啦。如果大家真係有睇戲啊、睇電視或者咩都好啦，戰爭入邊，當你俘虜咗人哋嘅敵將嘅時候，俘虜咗人哋將軍嘅時候，咁啊好自然，佢成為你階下囚，佢就唔能夠為到佢原本嘅陣營去到發揮佢嗰個嘅戰力啊。其實我哋都係一樣，我哋今日成為呢個嘅屬靈入邊嘅嗰個嘅精兵嘅時候，魔鬼撒旦係好喜歡用盡佢一切嘅辦法嚟到將我哋困住，唔俾我哋去上呢個戰場。所以我哋能夠去打敗佢嘅話，就能夠得到真正嘅自由。上帝已經俾咗呢一啲嘅防守嘅武器俾我哋，而且我哋係有足夠能力，好似再所講，去學習用呢一啲嘅武器嚟到抵抗魔鬼撒旦嗰啲嘅謊言。讓我哋一同嚟到努力喺呢一個咁混亂嘅時代，找緊上帝嘅真理，得着真正嘅自由。上帝祝福大家，拜拜。